在地人在地前来讲南投的消息，南投草屯镇的清洁队呢推动家具回收再利用的计划，将民众单调也是讲派去家具回收了，并且专业的这个木匠师傅去改造，再重新做出来家具，唔但实用好看，价钱嘛真亲民。 利用好好保护的桌椅下，做木的师傅上脚步定界翻修过，唔能当做落甲过的实物品，甚至桌碗和椅下重新设计和改造到，又个变做实用的家具。像这个木条的部分是属于脚的部分。 这个是面的话，是属于那个桌面的。草屯镇清洁队二楼仓库摆真济经过改造过家具，废弃桌碗、椅下到厨房做工真有路，看袂出是用旧家具来改造的。因当家具回收，嘛是一种爱地球的行动。 较早的茶材料拢非常好吼，安尼咱单调拍算吼，咱专工甲再回收再利用吼啊，咱的木工吼也非常的精致吼。平常时开放民众来遮参观和选配，希望让更多人熟悉家具再生的价值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